银帽就是庙宇中神明所佩戴的帽子，不仅呈现了神尊特色与风采，神帽的制作更是一项结合艺术与宗教信仰的技艺。不过，如今这一顶顶做工精致，如同艺术品般的神帽，也可以结合时尚，发展成新的生活美学。这翻转传统银艺、挑战工艺极致的，就是天冠银帽的工艺师苏建安。今年49岁，但从事银帽制作已经超过30年的苏建安，其实在19岁那年，原本考上了公务员，却在报到的前一晚，与长他11岁的大哥苏启松的彻夜长谈，促成了他走上学艺之路。在哥哥的引荐之下，进入了精工厂，当起了学徒，就此展开他耀眼的工艺人生。一开始还是离不了我大哥啦，因为是大哥的牵引之下。那刚刚也知道，我从公部门这边，那是因为大哥的思维，那一夜之间的 man stock， 我转换成一个跑道了。那我大哥从小16岁就开始接触，我觉得说这个可能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了，因为在这个环境，那我差我大哥11岁哦，那我们一共6个兄弟姐妹嘛，那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其实我小时候就耳濡目染了。如果说我今天要说我从事多久之后，那如果说再加上前面的时候，我几岁我就学了几岁。因为我小时候讲到我那时候有一个想法，大哥在制作，我也在旁边看。可是那时候我有一个师傅，等我懂事之后，一个师傅说打死我也不会做这个。为什么？因为要做一只龙，做一只凤，很难啊。你没有相当大的热忱，你是做不来。而且你要做到那种龙凤，活灵活现，你是要用你的态度，用你的心思，用你的思维投入在里面，这样的作品才会漂亮，才会好看。而不是说我是做手工作，我是做一只龙，做一只凤，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跟我大哥这样的一个接触，我觉得说应该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对，因为这是种传统工艺啦，这样迄阵刚我一个咧做尔吼，迄阵工课佫多，做袂起啦。当小弟吼，伊就要考警察哩，考警察，迄阵足危险的啊。从我跟爸爸参详，佫甲伊讨论，毛去，你去外口跟人学，学了天我倒来。咱较做伙做，迄阵是大约安尼有算啦。大家兄弟竞做伙吼，靠我都做起来啦。两个人讨论物件，互相讨论起来，要做啥做啥，大家互相配合做起物件，靠一个啥，人讲讨论的方向，要安怎做，研究互相研究啦，较做起来啦。无你家一个人当我做不一个收一点出来啦。像这吼，我讲以后吼。来做那一块麦啦，因为咱即马这是咱那个属于讲较A7麦，即马来讲，如果这块来改做麦吼，是毋是级数会较悬？安尼是毋是？你检办按这头都无空啊？不，所以讲咱主要讲吼，比如讲咱更较低，这块麦，扫迄个香皂麦，咱甲改做较无共，较实啦。有，实啦较立体啊，较立体。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一些那个银粒呢，那是纯银，那我们来做融化，我们要造一个做一个银条，那我们就把这些纯银的银粒呢，把它融化，只要银它融化之后，如果它是纯银的话，它表面它会呈现亮的、干净的，那要辨别说它的温度已经达到。将近要1000度之后，就可以了。那就要看它的颜色，颜色已经可以融到变炉火，人家说炉火纯青了必须像铁槽，先做一个温度的适应。如果说它一直倒下去，它会做喷溅。OK。制作银帽时，首先将银粒融化成银块，再利用碾压机压扁后进行抽丝，再将丝线以不同的数目扭在一起，成为粗细不同的银线。所以我们把前端这个火口这边把它夹，我们把它捏住。那这一个我们这一个对半，
对半。那这个呢，就是一般的我们的木头哈，那我们就直接这样。好，各位注意看哦。哦，就很简单，就是我们这样哦，这样搓。各位可以注意看哦，它一直在做螺旋状。哦，古老的做法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让它变成一个柳丝。好，没有，它已经注意在旋转了。好，那怎么样旋转到可以，就是它的密度，你要的密度。银线是制作银帽的重要原料，当银线制作完毕，便可以透过工艺师精湛的手艺，幻化出精彩多样的银帽工艺。一个传统的银帽组件相当多，如果出自手工，就得要花费大把的时间。好，那我们刚才所做的这一片，我们放在盘面上，我们就把它做一个拆开的动作。为了突破技术瓶颈，苏家兄弟研究出将数十条的银丝麻花粘着成条，一次的弯折就可以像变魔术般的制作出10片完全一模一样的造型。仔细观察，神帽的结构繁琐多样，最是立体。而为了创造出与众不同的银帽，苏建安把精工技巧结合了银帽创作，交叉运用柳丝、他工、镂空、镀金与刮金双色等技法，设计出更具精致质感的银帽。我们现在看这一顶帽子，这一顶是我们的地帽，比如说广泽尊王、李武千岁、朱武千岁，一顶的帽子它有几个神格是可以佩戴的。那它具备了9龙，具备了9龙的基本款。那这个9龙的基本款呢，我们注意看一下，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我们从一顶银帽要制作的时候，它要经过拉丝，经过很繁复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呢，你注意看一下，它布灵布灵的，它里面镶上了丝滑若是起的下降的半宝石，下降的半宝，还有一些宝石的这样的一个点缀，让这些宝石呈现在这顶银帽是布灵布灵的。那有些基本款已经有了，那客户有时候会觉得说，我要更高档一点，我要更不一样一点，甚至衍生了我们做一个，后来我们再看这一顶，这一顶是元帅帽，比如说是元帅级的，出征打仗的，他的佩戴的帽子。好，那有的你注意看，两者的比较，它的概念就会不一样。注意看一下，它有白绫，它里面还有水族，那还有我们的设计的牡丹，它还有一对青白，那甚至还要做到双凤，甚至配件会越多。那配件越多的时候，它就增加这顶帽子的丰富性。那丰富之后，人家一看到，其实人都会比较。在这宗教上，他就会常常比较说：“我的银帽很漂亮，我的银帽很高级，要不要来看一下？”那就是在比手艺了。它是一个镀金双色的银帽。那这个镀金双色的银帽，各位来注意看，它有双层的白，香皂白，甚至够白莲，甚至它注意看它的龙底下的部分龙角，它是做牡丹。这个牡丹呢，这样一颗，我们工艺师要做1天，做1天那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繁复的，所以说再来看一下它的后面，甚至说一般银帽只做在前面，不做背面，然后看前不看后。按哥我们的顶级帽注意看，我们是做到360度，那我们还用腮白，它有镇煞的作用，这些都是用杂麻钢下来制作的。所以说我们控管到360度的时候，到前面看的时候，甚至像半宝石，它的折射角度非常漂亮，甚至凤衔球，它有祈求的一个动作。所以说龙王一提结，它有祈求结球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说一顶比较华丽的一个帽子，它是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在内容上也非常的饱足。传统银帽因为宗教关系而有所限定，
但如何保有传统又做到艺术创新，这是苏建安创作时最大的原则。他要做到不仅是不被传统约束，甚至是要颠覆传统。那我们身为地球上的每一个分子，我们必须要有环保的概念。对我来讲，我们已经做了10几年。那我觉得说，环保这个议题是我们要注重的。那我希望说，我是否能够翻转？那要翻转这个的前提，我们必须要顾虑到我们的文化。这个文化的需求性在哪里？它是不是有被保存的价值？好，我就开始去访问一些耆老。如果说有被保留，我不能改变这个文化；如果说它不用被保留，它只是一个替代品，而只是一个遮一个空虚而已。结果问到耆老每一个答案都一样，伊咧杂旁，而是伊像人，因为伊以前的年贵啊，伊做配件做较少，做较人的，配件做较大的，按个用龙球来替代，伊也感觉做大班。那无可厚非，这个就是他的答案。那我们不是问一个，我们问了很多，这是到90岁的耆老，他给我们的答案都是一样的话，那我就那时候就10几年前，我都当下一个念头改变，我绝对要翻转，我要翻转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翻转的概念没有那么容易，你要改变一个老人家的一个思维，这个对文化很重要。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我这时候想一个法子，我用玉珠来替代。那时候他来清洗帽子做银帽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你要不要还玉珠啦？玉啊，那这玉啊正正的这龙球较俗，这玉啊较贵，不要紧，我卖给你收钱那你是否要接受一下？如果说你真的不满意，我再换回来好不好？当然了，如果尝试性不要钱，民众一定都会答应。那我们就运用这样他的心态来翻转，那试试看嘛。对不对？我觉得说，我们不能只为了赚钱，我们应该为这个环境尽一份心力。所以说，我用这样慢慢翻转过来，我就有一个想法，就又开启我另外一个对银帽思维的一个制作，非常的重要。我怎么样让连龙球、玉珠都舍去掉，不要？就是我刚才讲的，赤裸裸的呈现才是一个极致工艺。那各位可以注意看，这个已经在我手掌来讲，已经是可以一手掌握了。那这样的一顶银帽，让它赤裸裸的时候，你如果装你自己，我们来幻想一下，你装上龙球或玉珠，你会遮住它里面的极致工艺，它里面的一些眼睛啊，还有一些身体啊，都被遮住了，好看吗？不要。其实我们做银饰的银帽，怎么样把银帽的极致的工法完全赤裸裸的呈现在，就像一件创作艺术品一样，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这10年了，这个刚做出来，你看有落差，好吧？那在这个你看这边还有一只乌龟，这是水族在里面，那就是说把它的精致度做到极致，做到甚至人家用放大镜才看得到。那回去他也可以讲故事。所以说，一个文化的累积跟保存，必须要透过工艺创作者的一个巧思，他能够赋予他的生命，这件作品就会值得。兄弟2人经营共构，不断琢磨工法技巧，只为让作品更精致。为了突破自我，甚至开始参加比赛，在各项工艺比赛屡屡得奖，更蝉联了4届国家工艺奖第1名，并在2005年被政府颁列为台湾工艺之家。他也开始思考，传统银艺应该不能只是神龛上的宗教文化，应该要成为可以被使用的生活美学。所以他更进一步将制作神纸银帽的架构技法，透过现代设计的手法，简约变成文创银饰，时尚精工。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演变。传统产业这样的一个，它会随着时代而改变。那这个时代改变，你就会发觉说，如果说你要在这个行业要走出一条路，你不能只是在传统这边绕。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思维，我一定要走出来，我一定要有一定的水平。那这样的一个水平，你要透过什么方式？那时候就有一个思维，比赛。透过比赛，那这个比赛的作用是自我肯定。
你不能说你自己卖西瓜，你西瓜很甜，你一定要让人家尝试说，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让你尝试过后是甜的。就像我的创意，我比赛过后，你如果认为我可以，你给我一个奖项，那这个奖项就会慢慢累积你的程度。那时候会去参加这一些，我就有一个想法说，那我要去观察。那时候观察是看比如说我们府城的传统比赛啦，我开始接触是台南的府城比赛。那时候我就说去看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比，我只是在文化中心去看，结果我一发现说，其实第一名、3名内的东西我还看得懂。那我也觉得说，这个我也会。好，那我说好，那我决定明年来挑战。那时候一挑战的时候，一定是拿我的传统东西，我就无可厚非。我就说先去尝试。第一次去的时候还在水平，得到中间值的奖项。在来年几次之后，我发现说，这么多那么年轻人在得奖啊！其实他的传统技法不是非常的扎深，可是在设计方面非常的厉害。我觉得说，我就发现了一点，我们不能在传统里面这边绕。我一直讲，做传统，懂得会做创意，不懂得做传统。那我们不是说传统不好，那时候我就改变我的思维，我就从设计下手。39岁时，苏建安成立了舒服柳营的饰品品牌，开始将传统银帽精工技法运用于饰品，将传统精工与时尚生活结合，把传统设计去繁为简，创造出符合现代审美观的精工饰品，使得具有吉祥意涵的凤凰、牡丹、如意等图腾变成了优雅的坠饰与戒指。其实创作灵感，我也可以这样，就来自应该我把银帽举例，我的传统的母亲是来自于母亲。为什么？就因为我是由她而来。因为我常常我去法国罗浮宫的时候，我第一句话讲，我来自于传统，传统就是我的故事。那我身为这样的一个文化在地人，我必须有这个责任来做后续的改变，跟时尚的一个美学概念。那你可以注意看，银帽里面的每一个配件都可以变成时尚，都可以变成我们生活可以佩戴。刚才我讲的牡丹，它可以变成生活的女生的一个配饰的一个坠饰，甚至耳环、耳夹、坠子、戒指，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改变。银帽的传统技术运用在时尚的居家饰品，将传统技法融合进生活美学的概念，精湛的工艺结合了当代的创意，在他的作品中表露无遗。更多次代表台湾出国参展，德国法兰克福展、米兰家具展，甚至到法国罗浮宫进行展览。这盏灯是到意大利米兰展的一个灯饰它是结合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个台灯米兰展那时候是台灯的一个造型。那我之后呢，我有一个想法，一定要台灯吗？不会，我可以把它变成吊灯，吊灯就可以很多场域可以被使用。这盏灯我取名叫卧虎藏龙可以注意看一下，它有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呢，我打的虎不像虎，那猫不像猫，为什么？为什么知道是这样？其实有一个重点，在工艺在创作当中，你不要就比如说龙，你不要做的非常的像，你非常的像，再怎么样你就要平起这个不像，这个像，就在像不像之间做一个界定。可是我用虎体的老虎，那就没有像不像的问题。那为什么叫卧虎藏龙？虎就要卧，龙就要藏。那可以看一下，那双龙抢珠，那这个灯泡我就把它变成一个龙珠，那双龙戏珠、双龙抢珠，这样的概念。那里面有朵朵云，那有火焰，那这个龙头，那龙头双生，它是用展工的技法完成一盏灯要将近4个月，包括这个框，还有展工，还有这样的柳丝再把它这样的一个完成。那当然，这个灯呢，在这样的灯光条下，它有立体感，它有它的遮影，
会衍生出这样的灯的一个文化时尚。其实这些灯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天光，台语叫做啥？天光。那天光的意思，从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我奶奶啦，我母亲啊，她早上起来，以前没有像这样的灯，不是有一个电锅球啊那转，啪啪，对不对？啊，特别可以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这个已经亮了，那叫天光。用灯泡来演述就是天光，所以说这是一个统称。那天光的一个名称之后呢，每一盏灯都有它的名字。比如说这是卧虎藏龙，天光系列卧虎藏龙，天光系列相伴，它是每一片刚才我们看的柳丝花，跟着相伴，一片一片伴在一起，跟着相伴一起。所以说这样的衍生，你看这样的一片，一般顶级工艺师一天只有办法做到3片。如果说今天这一盏灯一按下来，可能要花近10个月一样。所以说它有镂空的效果，它有镂空的一个效果，这个效果让他觉得说会更有镂空性的一个立体感。透过苏建安的作品，我们看到工艺的精髓在于用之美。透过使用，美感得以成为立体的五感体验。透过使用，原来工艺也可以如此与现代生活相契合。做简单才是不简单，可是简单的极致来自于反复。其实，这句话看似觉得没有什么，可是你认真的去反思的时候，就像书法家一样，他就龙飞凤舞的时候，他一幅卖了好有价值。我们举一个张大千，他从小就会龙飞凤舞，他这样一撇就可能好几千万。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不要比如说名师啊，我们一般的会书法的，他这样龙飞凤舞，他是以前这基础打得多深，他一笔一捺，他要下多大的功夫啊，他才有这样龙飞凤舞。那么简单啊！如果那么简单，很简单，我教一个幼稚园来挥一挥，是不是很有价值？不一样。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我会下一个定论？简单的极致来自于它的繁复，因为我们是经历过多少的繁复性，我们才有办法做到那么的简约。其实说，所以说不要小看，所以说其实传统要做简单是不简单的。你可以问一下传统老师，他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我们就是要让自己增加勉励自己，说怎么样把一块很淳朴的这样一块的东西，变成它的就是重点，就设计者把它的极致度拉出来，而不是只做一说我做了多棒多漂亮，甚至说精髓就是说文化带出来，那个就是生命力。你没有带出这个文化，你只是做一个好工艺，好工艺谁都会做，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你会做到那个工艺的极致度，把文化拉出来，再呈现你的工艺，那种态度就会截然不同。人家面对你、看待你的作品，也会更不一样，会多加了一个尊重。未来，他也将持续累积创作的能量，制作出做工精致的传统银帽，也要注入更多的创意，让从传统银艺萃取出的时尚精工，可以激荡出不凡的火花。最后呢，工艺做到这个阶段也有30年了。那其实人生只有数十年了。那跟大哥有时候在讨论，想一想，我觉得传承也是很重要。那这个传承呢，以目前来讲，现在的师徒传承，已在这个社会上已经不适应了，也不适合了。那所以说那时候我就有想，因为我目前也是在大专院校有在任课，那其实把这些技艺把它传承下来。那为什么会做？我希望能在学校找工艺种子。我希望这个工艺种子能够部署在学校，让它能够不一定每个学生都有办法去学得很精致，可是最起码有接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希望能够发现到这个种子的时候，它给予栽培。那不管是10个、20个、100个，只要有一个，那就值得了。